这是咱来享受上帝的话，请掀开圣经诗篇76篇第1节到第12节，也就是76篇的全篇。咱做伙来读。伫犹大上帝互人所捌，伫以色列伊的名最大，伫撒冷有伊的帐房，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伊伫遐压制姜的钱、甲盾牌、刀剑，以及高殿的家私。你对抢门的山地来，有勇敢甲威严，心勇敢的人拢想抢劫。因的困是长长困，英勇的人无一个会出手。雅各的上帝啊，你责备一个法度，且你拢困动民，独独你是通惊的。你的受气一个法度，是对你的面前遐会骄啊！你对女互人追求惊吓竞争，就是上帝起来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人的受气，即刻互你得到恶乐。至于的受气，你要禁止，恁着对恁上帝耶和华下愿。四位的人着带礼物贡献伫通敬畏的主，伊要压制贵族的骄气，伊互世上的列王敬畏。愿上帝祝福，今仔来读伊的话，听伊的话，搁行伊的话人。下面正道的时间，题目是上帝拯救被欺压的人。请曾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这是阮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主，看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真侪最可靠。最大的保障、欢喜甲祝福，看你会当常常欢迎恶罗的心透到你的面前，来恶罗主，互你真侪阮同在最大的快乐。但只是阮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看你特别甲阮三个伫地，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这来平安。咱5月份会读经是会先讲读经本。已经来到诗篇哈，咱知影诗篇是希腊文叫做提菲林，意思是俄罗的诗。确实，俄罗是诗篇上重要的主题。兄弟姊妹，在咱人生的路程中，咱伫种种无共款的环境中，要经历生活的历练，甲生命的转变。伫即个顺利行通的时，咱会欢喜快乐伫遐跳跳，大声欢喜感谢。总是拄着艰难挫折病痛的时，咱心神会震动，会担忧恐慌，那像坠落伫阴间，是毋是有时会痛苦甲毋知要怎样来祈祷？兄弟姊妹，咱会知影咱毋是孤单一个人，你所经历的。诗篇的作者，也有侪人拢伫遐来经历过，因将当时的心境化作一首搁一首的诗篇，上帝来讲起内心上深刻的即个矛盾内底的即个挣扎、痛苦。你陷入生命困境，特别生命看无路的时，因凭着薄弱。未遂的信心，摇头仰望迄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看伊所创造的星神，思想伊过去的奇妙作为，搁一摆来算小所领受过的恩典。当因思想上帝
奇妙稳定，人民自爱，信心就伫遐再一摆提升，困难就无搁再是困难，因为伫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因为上帝通倚靠，因的心就都无惊吓。兄弟姊妹，诗篇的作者拢知影一个方向化吉、变化危险，真做平安的秘诀，就是爱将恁的眼光对困难，特别对家己的心上转向什么人？转向上帝。兄弟姊妹，唔通甲上帝讲你的困难有偌大，爱甲你的困难讲，你的上帝有偌大，你敢做会到咧？请甲牧师等下直接来讲，唔通甲你的上帝讲，唔通甲你的上帝讲，你的困难有偌大，爱甲你的困难讲，你的上帝有偌大。兄弟姊妹，人生什么人无拄到这个困境呢？关键是你若专注自信伫这个困境，还是讲困难的顶面，你到底自信伫遮，也是要自信伫你的上帝。你看困难，其实困难就伫遐会打倒你；你看上帝，上帝就伫遮来帮助你打倒困难。所以咱爱学习诗篇的作者。无论你是处在伫忧伤、试探、病痛、流目屎、恐慌，也是互上帝管教、责备，也是得到看顾、保守、安慰、鼓励等等，咱拢爱咱拢爱学乐，咱拢爱感恩。诗篇150篇的中间，每一篇拢是学乐的诗。诗人家所表达的方式，无论是祈祷、申诉、悲伤、痛悔、祈求、讨愧，也是感谢、交托，因拢最后让伫即个学乐的内面。兄弟姊妹，有学乐就有啥物？就有快乐。有学乐就有快乐，咱会记。毋是你的快乐，是上帝要加添快乐互你。有感恩就有信心，愈侪感恩，你的信心就愈强。毋是你家己的信心，乃是对信息的上帝持续看顾、保守的信心。所以有上帝同在的信心，必定会当帮助咱赢过各种的试探甲试炼，互咱得胜够存。所以兄弟姊妹，每一首的诗篇，拢是诗人性命将真实最宝贵的淬炼。如果咱若无诗人的经验，咱就会感觉诗篇的作者伊所写的，只一种期望一个理想，是毋只是无病呻吟、自我安慰。所以，如果咱有经过甲诗人同款的经历，咱就有种深深得到我心无比的真实、宝贵甲的感受。咱今日所读的这个诗篇76篇，互咱看起讲，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也是挑战，拢毋免惊，因为有上帝，伊是要做咱的倚靠甲保护，要咱伫困境的中间，要得到平安。而且要讲解以前，牧师先来说明这首诗篇的背景。一般的圣经学者拢认为，诗篇76篇是一首学乐甲夸胜的诗歌。学乐上帝为了伊的百姓，为了伊的子民打败强敌。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期，大多数的学者拢认为是伫主前701年，对希西家王伊面对强敌亚述帝国的攻击。根据圣经的评论，希西家王是就以什么？敬畏上帝，倚靠上帝的好王。当时亚述帝国是地中海
上强上猛的国家，无国家会当伫即个亚述国的面前会当徛会牢，也无有君王，无降服，无跪拜亚述王。所以当时亚述伫遐已经灭掉北国以色列，现在咧因伫遮咧进攻南国犹大，所以根据旧约圣经两记下卷18章甲19章，以及以赛亚36章甲37章的记载，亚述王伊找人到耶路撒冷唱声，佮写配合即个希西家王讲。列国的上帝减有一个捌救伊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嘛？这个国的国家，这个国的上帝有志罪捌救家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啊！无去摇花减的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啊！两记下卷18章33节甲35节，当这个全国。伫遐陷入即个恐慌不安的时，上帝伊透过先知以赛亚甲希西王讲，希西家王讲，毋免惊因。两记下卷19章6节，伫这顶后，希西家王伫上帝面前伫遐呐谦卑祈祷。所以以赛亚搁再一摆预言，亚述必定要退去，因为上帝要亲自伫遐呐。出手来拯救，果然迄暝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伫亚述营中拍死185000人。到天空早起来时，看拢是死的身尸。亚述王阿那基利就离开倒去，踮伫尼尼微，一日伫伊的神尼斯罗庙敬拜时，伊的囝阿德米勒甲撒利色用刀刣伊，两记下卷19章35节甲37节的记载，这就是强盛的亚述帝国，以及骄傲的亚述王阿那基利悲惨的下场。所以诗人照着当时犹大国伫绝望中经历这个拯救的历史，免得现在正经历困境，陷入惊吓不安的人，请问，恁的压力，敢有希西家王的压力遐尼大吗？咱毋免惊，咱来学习希西家王，伊伫遐谦卑祈祷，仰望上帝，上帝就要出手。所以这首诗篇也预言上帝的末世要有公义、公平的审判。现在牧师要来讲解这首诗篇76篇短短的12节，伊通分做3小段，每小段拢有伊的主题，直接来理解。第一个小段，上帝伫咱遮，这诗篇76篇1节到3节。第二小段是上帝的大能要对敌受审判，70篇4节到9节。第三段是上帝是可畏的上帝，人就伊下所下的愿。诗篇70篇10节到12节。第一段讲上帝就伫咱遮，上帝就伫咱遮。伫这圣经讲亚萨的诗歌较好，乐官用诗弦的乐器。咱知伫犹大，上帝是互人所捌。伫以色列，伊的名最大，所以伫撒冷有伊的帐篷，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伫遐压指经的箭、甲盾牌、刀剑以及交战的家私啊。这诗篇70篇1节到3节，所以伫遮就交代啥物？这是亚萨的诗歌，交林长用诗弦的乐器。亚萨有可能就是代表的时代的人，是这个诗班的领袖之一亚萨，有可能这个亚萨是亚萨的后裔，也有可能是用伊的命名的诗班。伫这个所在讲，林长就是献歌队的队长，
咱要生活队队长什么人？啊？林长这就是有时来当指什么指挥啦咱的指挥洪慧老师可见这首诗的诗篇是互诗班生活队来吟唱的。所以，伫遮讲伫犹大，上帝互人所捌，意思讲伫这犹大国内面，上帝是大家拢捌的哦。咱知所捌的原文是吞落明捌，要翻译做 to show 显现，意思讲上帝显现伊家己。你还记袂？所捌这个字原文是伫经验中领悟，在经验中领悟，意思讲你有亲身去经验是啥物？这位上帝这是一个真特别，毋是简单的知影，而是真捌真捌佫真有感觉，会当touch到、经历到。所以这句诗的意思是，犹大每一个人拢捌上帝，因为经历上帝的救恩，知影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因为这个咱信上帝遮尔久请问，恁对上帝的认捌有偌济？恁对上帝的认捌有偌深呢？还是你有甲上帝相拄，互上帝亲身伫遐touch到你，讲触摸到你的经验嘛？你有体会过上帝的怜悯、甲慈爱，甲伊的同在的平安嘛？除非咱真正经历上帝同在的平静甲安稳，那么咱即世代任何一个环境的变动，譬如讲对方一句讲军事演习，大家就开始咧惊对无还是川普一句啥物？提高这个啥物关税互咱伫哇心带咧等有时人我钱遮多关税来咱困袂去，食袂落咱趁袂着钱所以讲以色列人亲身认捌上帝，因为因开始经历过这位因显现的上帝的拯救。这上帝伫红海显现，将红海分开；上帝伫西奈山显现，甲百姓立约；上帝也将约旦河伫来分开，带领因进入流年甲米的地。现在因阁经历上帝一面的中间互185000人也是军队剿灭。原本是要亡国的南犹大帝国、南犹大国家，阁重新恢复什么的？这个活命，这是伫人的目睭看做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上帝去互因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兄弟姊妹，请伫遮来回想看觅啊，咱是毋是捌经历过迄种？一句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捌经历过这种的经验，这种的惊喜无？咱爱有上帝在遮，这种的信心，才让突破生命的难关。因为你捌陪你行过难关的上帝，因为亲自经历过上帝奇妙的作为，咱才会当学到伊的名最大。先只个讲，伫撒冷有伊的帐篷，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撒冷甲即个锡安，拢是指要了撒冷。帐篷呢，原文是即个野兽的洞野兽的洞就是因伫遐密歇的所在，特别是啥物山野洞山野洞即个所徛起的所在是常常指西野的洞穴，因为安尼生这两个字是上帝，譬如讲诚做对锡安伫遐嚎叫那像伫遐嚎叫的西，伫遐撒冷有上帝的圣殿。这上帝甲伊的百姓同在的上殿，兄弟姊妹，伫新约时代，咱的身躯对上帝什么？就是上帝殿。请问你有前去圣殿嘛？你有邀请上帝入来住嘛？
当咱愿意邀请上帝来徛起，咱就什么？咱就上帝甲咱呐三角地地。有上帝甲咱三角地地，你要看见上帝为你伫安那来征战，你都毋惊。因为上帝伫咱中间，伊必定要安那要来帮助你。所以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毁灭，但亚述伫遐来进攻犹大，整个犹大国差不多要沦陷，因只敢剩耶路撒冷城苦苦伫遐抵挡。当时的希西家王已经准备讲要安那要投降啊！你敢知？因将圣殿内所有的金啊，连门顶这个金的拢安那挂落来呢，要准备到亚述帝国伫遐来求和平。总是安那，亚述王却无罢休这样对伊来讲，种无效。伊不但围攻耶路撒冷，并不断侮慢上帝，侮慢希西家。所以希西家王实在是走投无路，伊伫遮只有上帝，伊完全都无路通行。所以伫遐去见先知以赛亚，将亚述王和伊的书信呈现伫上帝面前，靠乱祈祷。这两下卷19章14节到19节的记载。所以上帝就差派以赛亚甲伊讲，毋免惊，亚述王必定会离开，因为上帝要将因压断。虽然亚述王啼笑讲，难道耶和华会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总是上帝伫遐讲，我会拯救。兄弟姊妹，你到底是信人的话，还是信上帝的话呢？之最会当想到讲，亚述185000的大军，一暝之间就被消灭了。上帝若出手，之最抵挡一条咧。所以犹大国伫迄暝经历上帝压断经钱兵器，将伊对死亡的中间伫遐拯救出来。兄弟姊妹，上帝伫遐，咱都爱知迄上帝所要徛起的所在。当咱拄着极大的艰难，咱心内可能会真软弱、软正，咱会当抓着什么呢？咱都爱抓着咱对上帝的认捌、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主爱、上帝的名，因为伊的名最大，伊是压断对敌、强钱兵器的上帝。伫咱面对困难的时，唯一会当倚靠的就是伊。请问，你有抓着这位上帝吗？第二段，上帝大能要对敌受审判，诗篇70篇40到9节。第二段佫会当分做两个小段，对4节到7节讲到上帝的能力，8节到9节讲到上帝的审判。只下第一小段上帝的能力，只下讲你对抢物的山贼来有勇敢甲威严，心勇敢的人拢受手劫，因会困是长长困，英雄的人无一个会出手。诗篇70篇40到5节，这两句经文形容是无论是地上的一切，也是灵界一切，无任何比永远的上帝搁较大。抢物的山贼，这个原文是 Mountain of the Tongue， 对，离开，还是讲拆开吼，就是拆开的山，这座山若被拆开，就是指伊可能非常的高楼甲互规10000年来互即个风甲吹还有大自然的地动对侵蚀甲侵蚀，甲完全就伫融化对离开。所以抢物的山寨，伫遐指引什么？上帝的永远性。你对有抢物的山寨来，意思指上帝的永远
来到地面上，冇有即个光滑甲浓眉，无人会当啦，目睭伫遮啦，直视来看。特别即个心勇敢的人，拢想抢劫，因会困是长长困，影响的人无一个会出手。遐姊妹，咱遮来想人如何会当甲上帝相比咧？偏偏有真侪人伫安那骄傲自大，掠家己做上帝。所以遐个人目睭中看做勇士的，其实伫上帝安那面前安那拢徛袂牢。伫上帝面前拢徛袂牢，因只个会当困去，真正咧讲困去就是啥物？就是死亡的意思，拢无迄个无法度呼吸啊，完全无气息、无声音、无行动。因为勇气咧，完全被抢夺，就像亚斯派出上勇猛的军队，将耶路撒冷围起来，连一只蠓啊也飞入去，像知影一暝中间啊啦。185000的大军，拢被安那杀甲一个无剩。哪个上帝啊？你这边一个发出，车马拢困当面，独独你是通惊的，你的受气一个发出，治罪伫你的面前徛会牢啊！诗篇70篇60甲70。今日世界人的目睭拢无安那，无上帝，掠家己会当上天立地。一句讲人定胜天啊呐，所以只要有一点仔灾害，还是讲病痛发生，人就安那发现迄点点仔成就，根本就安那不堪一击。就是安尼，人就是遮尔软弱干呐，到处伫安那。伫咧找啥物？咧找神明，找偶像伫安那咧拜。哦，你敢看即拜啥物？讲30几万哟。哦，你来看，33愈来愈多吼，你就知影讲现代人吼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遐拒绝上帝的人，当到上帝受气发作的时，只会当伫伊的面前徛会牢咧。所以咱都要求上帝帮助咱谦卑敬畏的心，伫咱的上帝的面前。第二，上帝的审判，你对天理，互人听判断，地就惊吓静静。这上帝起来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诗篇70篇80甲90。嘿，即边知这世上有真济吼，求这个软弱的吼。干哪惊这个什么？惊这个硬硬扁扁的人吼，也是有一寡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啊，记录做什么？做马的事件，有管有世人会压迫，求这个丧向困苦的人，所以心里这种环境中，真侪谦卑的人会伫遐来失去这个信心。伫遐无都相信世间有真理，所以咱在求上帝帮助咱，坚持对伊的信心，相信上帝要保守谦卑的人。兄弟姊妹，这世间有真多代志，咱实在是无法度明白，看无捌也想袂通。总是先知哈巴谷伊只讲，只有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就是啥物？敬畏上帝的人，愿意将家己那交托给上帝的人。所以，不管环境如何艰难，义人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讲置之死地而什么后生，关关难过，关关过。主耶稣早就已经甲咱讲，伫世间咱有苦难，所以咱毋免惊，因为伊安那。已经较赢世间，特别世间的苦难，所以咱若信靠伊的人，也会当倚靠伊的大权能、大气力，赢过性命的苦难，并且伫将来审判的时阵，上帝要按照公义审判人的所行甲所做。迄个时，就是谦卑的人要得胜，敬畏上帝的人，
要得到免流的时刻。第三段，上帝是通敬畏的上帝，人着伊安那下所下的愿。诗篇70篇10到12节，人会受气得讲啊那，互你得到懊恼，其有的受气你要禁止，恁着对恁的上帝摇花下愿搁下愿，四位人着带礼物贡献伫通行位的主。伊要压制贵族的娇气，伊互世上的王行位。诗篇70篇10到12节，人的受气是无法度阻挡上帝的旨意。人的骄傲、癫狂也是暴力，不但袂当损害上帝的荣光，反倒会加添上帝的懊恼，因为上帝掌管一切。譬如讲，约瑟。比个兄哥安那，袂到倒位去，袂到埃及，总是上帝去互伊做埃及的宰相，保全了侪人的性命，诚做正人的祝福。发到伊的心来讲呢，故在互上帝的百姓来离开，总是上帝去因为安尼先大行新列奇事，互以色列百姓，即个互以色列子孙拢会当。认捌因的上帝，出来记10章1节到2节，要埃及人认捌这位上帝，出来记14章4节，并叫上帝名传遍天下，出来记9章16节，罗马人书9章17节，也因为是人的受气要互你安那得到懊恼，这节真趣味哈！有些人的受气要互你得到懊恼哈。这咱来去思考，所以咱有时咱面对这样啊，压迫、压力，还是讲真侪对咱无好的就是讲伫人啊啦，看做无好的代志，有时反倒的啦，成做上帝要甲你安那祝福的代志，因为一切临到你的事，拢是上帝安那要互你得到利益。罗马人书8章28节，到最后咧。要成做伊懊恼的旨意，所以诗人讲：恁下愿着摇花你的上帝，安那行愿，这是看见上帝奇妙作为所产生的什么感恩的心肝啊，甲行动，兄姊妹，咱若愈会晓感恩，就愈会当得到恩典。尤其是咧经历过上帝拯救了后，咱食到这个恩典的滋味的人，更搁较那应该用实际行动，上帝那献上感恩。因咱知影，人若如果不知感恩呢，就会变做什么？骄傲自大。你看亚述王我尔威风哈，伊的军队我尔强猛，总是伊会骄傲。上帝不但互伊失败，我呐，个安那样这就是人人的状况。兄姊妹，上帝是可畏的，咱应该那尊迎伊懊恼伊，挖苦伊。所以伫上帝大权能对敌的受气攻击，拢是要正做还是拢是要成全对上帝安那的懊恼。这是咱的信心甲行动，就那像诗歌所讲的：有问世间是迷路，敢知我有主耶稣。虽然伫这迷路的世间，伫遐行无路，看袂透是咱有啥物人？咱有主耶稣。这求上帝帮助咱，无论啥物款的光景。拢会当坚信上帝听甲同在，永远无离开。安尼是，咱就有够个信心甲勇气，会当安那定心得到快乐。感谢上帝应允咱，迄听候摇花的，就要像什么？要像鹰鸟那体息飞悬咱要软过这个艰难，着丰盛。应允之地，伫遐啦来迈进，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愿遵行伊的话，
行大地的教示的人，拢领受上帝最大的祝福。咱三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送下实，特别对圣经的顶面，我看见更较大的苦难，特别是生命危急的时刻，以阮谦卑伫你面前的祈祷，上帝你亲自出手，特别拯救阮，诚做最大的帮助。阮的主，阮的上帝，可你也特别帮助阮，兄弟姊妹中间，无论阮伫拄着任何的苦难、艰难、欺压的时，拢上帝你亲自会带领甲看顾，诚做阮一生最大的帮助。当阮若需要的时，阮常常伫祈祷中求叫你，你特别诚做阮最大倚靠，来帮助阮行过即个苦难，行过即个困境。主，你也要对答活活，诚做阮最大的祝福，伫阮的生命甲生活中，互阮享受上帝你伫阮生命的美好，因为阮明白你、晓悟你，甚至要经验你拯救。主，可以特别搁再一摆到阮三个地地，阮来领受这个大福分。但是阮将阮本身搁再一摆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以带领引带帮助坚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